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先增加3例本土病例，一人死亡，3例拢伫新北市永和，佮找无感染源，永和嘛展开社区大体检。大雨落几啊天，全台湾农业损失超过3亿。行政长苏贞昌要求农委会要简单化申请的流程，让民众赶紧领到补助。美国最近发现讲，12岁以下囡仔胃着病会暂时失去记忆，做代志无法度专心，有后遗症。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先增加3例本土病例，有5个境外病例，一人死亡，其中新北市有3例哦。另外，指挥官陈时中嘛讲到，目前的疫苗会尽量予接要做头一剂的民众会当先做。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下晡上届新的说明。确定的病例哈，那本土的病例有3例，那居隔阳性的哈有1例哈，那但是有另外1例哈也已经知道感染源哈，所以只有1例是关联不明哈，那境外移入的是5例，死亡的个案是1例。那这3例哈都在新北，这2天在等于是在等下一波在施打，所以昨天打的也不多，大概3万217，所以一个接种的人口的涵盖率是37.11%，现在的一个目标跟方向。好，所以我会讲，就是说我们有800多万剂的那所以我们估计要给400多万的人打。根据让更多的人即使能够打到第1剂，整体的一个人口的覆盖率能够提高，为我们的首要目标。然后第2个，再让保障，让第2剂应该要施打的，那我们的相关的这些量，我们会予以保留。国内疫苗真有限，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目前会先以提升头1剂的注射率为主，嘛可能第1剂佮第2剂注射的时间会佮人较久的时间哦。有专家嘛讲，若无注2剂疫苗，保护力恐惊会无够，2剂疫苗注射的时间上好嘛唔通超过半冬。国内新冠疫苗的库存量是真悬，无论是 AZ 或者是莫德纳，登记要注射的人数是大大超过疫苗的供应量。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现阶段爱先拼第1档的注射率。不过有专家认为讲，若是无完整注2档的疫苗，保护力对无够。只打1剂呢，就是第一个要考虑你的免疫力会慢慢降低，你可能还是会有感染的风险。第2个呢，你如果2剂隔6个月以上呢？那再打第2剂会不会产生你原来希望它产生的效果？这就很难讲了。打完以后，身体里面会有记忆力，应该还是可以防止某种程度的重症。只是打完2剂当然是比较保险。另外，澳洲上新的研究发现讲，真侪少年人去喂到 Delta 印度变种病毒株了后，出现心脏并发症的风险，亲像是心肌炎，若严重的可能佫会致使心脏衰竭、向死亡等等。不过，国内医师认为讲，新冠病毒主要是攻击肺部，会让患者扫无气困，若一个叮当尔就会喘鼻涕，这敢是甲心肌炎有直接的关系，还佫会调查。在喘的过程中，心肺的负荷的过程中，是不是在导致心脏的受损、心脏的发炎？这值得再观察。黄立明建议讲，过渡期会当考虑第2档注高端疫苗来提升抗体，降低感染的风险。等国际疫苗送来台湾，才阁补助第3档，安尼对整体降低重症甲死亡率会有真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永和一个旅游，最近2礼拜有3个民众胃着病，佮找无感染源。新北市政府昨午赶紧安排体检队来永和，要连续3天，伫附近的活动中心，让民众来做快筛，还是做 PCR 检验。工作人员赶工，不妨一个采起，正在机动体检队的工作站，准备要扩大采检的作业。新北市永和区某一个里，伫最近2礼拜增加3例新冠肺炎的确诊个案。虽然3个个案之间并无关系，不过为了安全，附近的大户拢收到采检的通知单。就昨天回来的时候收到大楼通知啊，然后昨天晚上已经去快筛了，因为我是做外送的啊，那我也跑过很多社区，也看到很多社区发生。今天只是轮到我们，那就去快筛就好了。这个是没有关联的，因为他那个确诊的足迹有来到我们那个大楼里面访问这个里面的住户啦，公文说我们这里有确诊的足迹啦，他说我们要那个大楼要消毒啦，里内我们也要消毒这样子。提示里面爱就近去采检，
希望阻断可能的温型传播链，以免个案变做社区感染。新北市卫生局除了针对接触者扩大酷热采检，也进行大规模的环境清洁消毒。8月初10到8月12连续3天，机动体检队也伫咧永和的仁爱活动中心提供快筛加 PCR 检测。感染源还没厘清之前，能够快速的扩大筛检，能够找到隐藏的隐形传播链，有效的阻止。新北市伫咧找到新增加的就医确诊，就住伫咧永和，感染源也来查。验过后又已强调，另外港里有2个确诊个案，台湾拢正清楚。伊希望虽然只是少数的个案，验过一定爱更加积极，甲稳定的传播链找出来。民众若是有疑虑，拢会当去体检。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中南部一直落大雨，云林县有真侪农作物水上甲真严重，损失已经超过5000万咯。那一寡菜色拢烂去，鸡仔类的嘛因为浸着水无法度收成，农民是真怨叹哦。公益补助向成本拢赔袂回来。在云林二仑乡港澳村的李氏农民，一个早来到梅朗街园巡视，但受到这届西南气流所带来辐射，互规区的梅朗街拢泡在水中。原本阁剩10天，这6分地梅朗街园就会当收成，但现在只会当申请农村补助。鸡仔是嘛共款，早钱甲遐迄落摕摕嘛就无啊啦。啊，你有够你的成本无？啊，够你的成本无？要讲有够，一定无够的啊！啊，无拢算的，其遐讲的，看伊迄落啦，卖损失是加收挂啦，收条20-30万啦。李姓农民表示，以政府公告灾害补助条件。农民如果有灾损，会当向在地公所提出申报，由公所人员勘查认定农损超过20%。若攀过园1分地灾损，会当补助7500块，6分地大概会当领到4万多块。从昨天发公告之后，从今天开始到8月19日10天内，都可以来公所提出申请灾损救助申请。那像这样，每个作物有不同的那个灾损项目救助价格啦。县府也处表示。这次县内真侪龟类受损严重，包括梅朗龟70公顷、西瓜94公顷，各有叶菜类枯头顶农作，总共农损统计超过5000多万。至第期叶菜类，嘛影响近期的菜价波动，未来恐惊有一波起价的空间。记者为你报道。这届南部山区的灾情是真严重哦，屏东三地门的大峡部落，另外道路崩山造成一个有2层楼高的坎哦，因为道路中段有30多位村民已经关伫山顶4日咯。这2天哦天气较好，到部落的少年人送物资上山。另外，伫高雄6股哦，虽然山区的雨已经停啊，也毋过有真侪间邻家厝哦，积水阁还未退，国军透早嘛去斗相共拼扫。当新一过一过的山路出现2层楼悬的断崖，少年家排着装物资的篮仔，特色甲人友一步一步爬起哩。大雨落几若天，造成屏东全力道路崩去。屏东山地门的大社村有30几个人袂付撤离，留伫山顶已经4天。来不及撤离啊，对啊，因为那个他们原本就一直住在山上嘛，然后因为不晓得那个路原来是这么快就这样子陷下去，大概是2层楼的那个高度，所以就很难。因为道路崩甲真严重，修理至少要1个月。公所甲乡台9号下晡趁雨停，赶紧先送物资去哩。公所这几天嘛会赶紧设便道，互村民出入。大雨后南部山区受灾严重，高雄6股1户徛街的大门口，前几天啊都互土石流砸的。上面比较陡一点，所以就一直往下冲，这边开始缓了。平缓了，就开始积在这个地方。真无简单，10号出日头啊！国军一透早嘛去山顶协助居民整理，但6股岛真侪徛街积水无退，民众倒去厝看到涂骹全拢积水，唔知要堆堆清去，但会当流目屎。看到水啊大，再来甲阿条水过去断遐。我早才过来清尔，规个唔知要清几工的啦。这是8风灾了后，高雄山区受灾上严重的一摆，互民众想到就惊。中央甲地方嘛共同合作救灾清理，希望互受灾的民众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陈环武、柯正俊、民交馆、屏东高雄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连续2日拢去中南部了解灾情，上新的统计农业损失已经超过3亿。苏贞昌嘛要求农委会把申请补助的程序简单化，让农民会使赶紧领到现金的补助。行政院长苏贞昌初10透早去台南认得视察3夜起情形。这届因为热带性低气压和西南气流的影响，各地变大雨几6天，
用过三亚溪近摆若落雨，就做大水，这届煞是无淹水，前瞻建设确实有防灾的效果。苏贞昌也感谢民众支持国家建设。要看我们把预算用在刀口上，我们也给全国民众报告，人民的支持让政府有力量做事，最后受益的是人民，进步的是国家，安定的是社会。不过，规人沙轮这的西瓜就无遐好运，大雨霜冻西瓜，种10几家养生是讲，伊的西瓜拢害去，损失大约有上100万。行政院长苏贞昌勘查了后，也指示农委会脚手要紧，手续要简单，认定的标准放较灵的，让农民赶紧领到天灾的现金补助。西瓜叶全部都烂掉了，那个西瓜也没用了。我下面还有一块8甲6/3的。也全部都死光了啊！就希望看能不能那个租金减少一点啊，减轻我们农民的负担呢。就是简化，就是较紧的，就是较宽的，伫区域内以科技计算，就唔免搁遐个勘查再复检，拢免啊。农委会初8公告讲，受灾的县市专区全部的农作物拢通申请天灾的现金救助。这2天勘灾的行程，对中部到南部拢走一抓，就是要了解农民的需求，随后也会继续协助农民整理田园。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高铁伫苗栗的铁基路，嘛因为附近的道路绑起哦，民众是真烦恼，讲敢会去影响到高铁桥墩的安全。高铁是表示哦，桥墩的安全拢有特别加强，保证哦并无安全的问题。车路绑起变做一个大水窟啦，有60公分深，20公尺宽，而且点仔甲下底石头是拢看现现，就连电火条啊嘛拢歪去。即马民众上界烦恼的，就是高铁的高架桥桥墩就伫个边啊。超因怪嘛，因个点仔架嘛有无？有无？这政府啊，伊袂钱内底钱内啊，对无？伊挂了就袂使。中华小连续几啊天受到大水雨影响，落水溪水位是规个填起来。伫个溪州溪堡边仔的车路嘛，叫大水冲绑起，而且范围不了宽，规条车路剩下一条通好行尔。而且这离高铁的桥墩上晚的是敢若25公尺。水只过的机会真少，你着买啊，这农作物若算真害。水超过大啦。高铁桥墩底下的基桩，再加上基础以及覆土等等，深入地底呢将近有70米深，所以对于地表这个道路的塌陷呢，对于高铁的营运安全是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高铁强调讲，桥墩的地基拢有经过强化，路绑起的所在是伫个落水溪溪堡的边啊，安全性的标准是搁较悬，并毋是完全靠溪堡的土地建调的尔。现在负责管理的第4号船局嘛指出，这条车路是属于苏准工程咧使用的，对高铁的桥墩袂造成威胁。初步评估应该都还没有安全上的疑虑。那发生这个冲刷情形之后，我们的值班的保全也有马上通知台电断电。第4号船局表示，初7发生车路去有水冲绑起了后，就有随派人监控这条桥的安全问题。因为苏准工程嘛暂时冻点，等候天气较稳定的时阵，会赶紧来修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产的高端疫苗，准备要伫友邦巴拉圭做第3期的人体临床试验，也毋过当地合作医学院伫7月初发出一份声明，主办单位却是写 China Taiwan， 传登来国内哦引起真侪批评。咱国外交部搁高端是拢表示已经有反映，名称嘛已经改了，嘛有强调讲是台湾。国产高端疫苗要伫咱的友邦巴拉圭进行第3期的人体临床实验，已经甲巴拉圭国立亚松森大学医学院完成签署临床实验备忘录。7月初9，对方发出声明，讲这项试验的主办方是 China Taiwan， 引发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思刚质疑，高端敢是为着快速上市来调故意当作无看到。这不是中华民国委托巴拉圭的亚松森大学做的第3级测试吗？为什么要用？为什么不用正式的国名？好，因为呢，我们看到蔡总统呢，过去
在访问巴拉圭的时候，看到一个背板上面用的是我们中华民国正式的国名，所以在邦交国用正式的国名，天经地义。台湾时间8月7日，过来看亚松森大学的声明已经修正，看不到 China 台湾，变做是正式的 ROC 的西班牙文，后面阁有写台湾。高端指出，这是因为亚松森大学的人员写唔对字，提出纠正了已经改过。外交部是讲 China 台湾是咱的国家的名的简单讲法。亚松森大学他在这样发布的一个新闻稿里面，曾经有一度把我们的国名把它简化了，他就把它简称为China 台湾，那翻过来呢就是中国台湾，但是其实他们并没有要矮化我方的意思哦。那其实对很多友邦国家来讲，他们常常指涉中国的时候，他们是指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把它简化。这么多国家能够自己做疫苗，很少很少，台湾是其中之一。而且我们还有2家，那疫苗是打在人的身上，政府一定以安全第一，为国民的健康严格把关。事实上，巴拉圭以 China 台湾来叫台湾已经不是第一届。2018年，蔡英文总统出访巴拉圭，当时的总统阿布多个捌伫推特感谢蔡总统，而且讲伊是中国台湾总统，引发争议了后，伊就把推特的文章抬掉。对这件的争议，外交部嘛请外管来提醒，当时强调巴拉圭一向了解台湾甲共产集团中国的无同，而且无调故意矮化咱国地位的意图。记者郭灿台笔台北报道。台北市幼儿园个补习班今仔开始第2阶段放零，学生的人数对5成开放到9成。台北市政府表示，放零的条件是室内环境每一个学生至少要有2.25平方公尺活动范围，食饭嘛一定要使用家饭。家长把囡仔带来，要入去教室进前，囡仔一直哭。台北市的幼儿园甲安亲班自7日开始第2阶段开放。学校都有一直在更新一些消毒啊，或是那个人数的一些状况，所以其实应该是还好。然后小朋友他们那个5岁都有戴口罩啊，是还好，只是想说怕他脱离学校太久，然后怕之后再回来会比较麻烦一点，因为他可能就是会比较想念家里的生活，然后变成不喜欢来。幼儿园伫咧7月27到8月初9之间，人数降最原本的一半，即马提悬到90%，非常侪家长赶紧把囡仔带转来上课。不过防疫规范也是会做好。比如讲，老师、学生伫咧入园或者是入去教室进前，一定要磅体温、用酒精消毒，而且要全程看水眼。室内环境就要符合每一位学生至少2.25平方公尺的活动面积。要若食饭的时阵，另外一定要采家饭。我们现在目前大概80%左右，80到90左右。今天公告的是2.5坪，但是我们本来核定的标准全员收托的部分，每一个人就已经是2.5坪了，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是高过这个标准。家长这一块还蛮能够体谅，他们也知道说真的有这样的需求。这5个里面，在人数没有额满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请他做进来的部分。人数开放到9成，有园所讲也是以建销1号顶5大类型的家庭的囡仔为优先。也有园所讲，有家长考虑到疫情，也是无把囡仔带回来，所以受托的情形也算 OK。那囡仔要来上课，唔免需要特别安排或者是抽签。因为教保人员甲老师目前大部分都已经做过第1期预防针，业者也期待会当赶紧做第2期，强化师生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游泳池嘛，对今仔开始有条件开放，有真侪民众透早就去游水游起来就马上甲水暗挂好。也毋过因为袂当洗身躯、吹头毛，民众讲有一点袂方便。也毋过伊嘛讲会当运动嘛，已经算真好咯。出席会议完成，完成10年制登记，总算会当游泳啊。我们是晨泳的，每天早上5点半到7点半。那这几个月没游，会不会觉得很不习惯？对呀。很不习惯了，浑身都不舒服，所以今天开放我们就来了。受到疫情影响，游泳池关强要3个月，台北市7日开放，若是有高中生游泳队前来练习，爱游泳的人也要赶紧落水。虽然游泳池开放，也毋过泳客介意的航箱、抓零池，甲游泳了后洗身躯的浴巾
参吹风机暂时无开放，规排水龙头特别用塑大架绑起来，游客只要一上岸，就要到固定的所在提水安挂起来。18蒸汽烤箱都不用没关系，但是至少淋浴间因为这个有氯嘛，有漂白水，我们想说洗一下再回去。虽然是有点麻烦啦，但是因为疫情当中，还是回家洗比较安全啦。为了落实防疫，游泳池每到1-2点钟都会消毒一摆，也特别开放2个染水的设备，提供游客落水前来清洁。我们会开放男生女生各一个，是让他们出来，因为入池前要先把身上的很汗水或脏东西冲掉，所以我们都只有各开放1个而已。游泳池开放的头一天，业者表示，同时段比起疫情爆发前，人是少了一半，将提供优惠措施做好防疫之外，也会当让人客去回流。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按说要发5倍券来振兴经济，民众党团今仔就开记者会批评，伊嘛认为讲应该发现金哦，上实际。国民党嘛有立委批评讲，既然苏贞昌院长讲5倍券甲现金同款哦，所以不如要求政务官薪水嘛领5倍券就好。行政院规划要撒5倍券，刺激国内经济。不过，民众党团伫初10开记者会，即期振兴券的发放目的。认为现阶段就要继续纾困，也建议排除了破发现金，临时强要撒5倍券。我们的失业率还在最新高的阶段，那如果从此点来看，我们是已经到振兴阶段了吗？其实现在还是在一个比较纾困的这个状况下，所以真的要赶快救急，要救穷，要快速的到位。因为他们现在真的已经2个月以来，已经真的撑不下去。民众党立委讲，5倍券就是芯片装牛酒，已经有过3倍券之乱。执政党议员坚持要发，无确实检讨发券的效果，只敢来增加行政成本。而受到疫情冲击上影响的大数餐饮等类似产业，无法度救急，甚至零营家己的人也反对。真的不要再拿1000元，让民众从荷包里面拿1000元来兑换振兴券，这个部分真的是不宜。另外，人营立委批评，行政院长苏贞昌讲5倍券等同是现金，要求政务官的薪水也领5倍券。对此，民进党党团作出回应。振兴券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这个短期内的消费让这个台湾的经济能够有刺激的效果。至于官员也好，工人也好，他的薪水就是薪水，跟振兴是无关。强调振兴券是要伫个短期内刺激消费，对于在野党的这种问题，唔免伤过认真。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早起接见新任的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孙小雅搁再强调讲，美国甲台湾共同的民主价值，甲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总统蔡英文嘛趁这个机会感谢美国捐予咱250万吨的疫苗，嘛望讲新处长就任哦，会当互咱的台美关系愈来愈拔。总统蔡英文初10伫总统府接见新上任的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总统蔡英文嘛感谢美国送予台湾250万吨的疫苗，是疫情当中真正的朋友。另外，拜登政府嘛通过对台军售案，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嘛甲美国共同维护印太安全，未来会持续深化台美合作同伴的关系。希望台美双方在既有的深厚的基础上，持续深化真朋友、真进展的合作伙伴关系。更期待处长可以能够发挥创意，我们共同携手使台美的关系更上一层楼。As you all know,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is at a high watermark, and I really do hope to be able to work directly with you, Madam, and with all of our colleagues here to build and strengthen that relationship and to move forward. 孙小雅讲，会当伫个未来关系达到历史上上好的这个时间点，担任 AIT 处长是感觉真欢喜。美国下党派嘛真支持，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定未改变。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穆坚接受 CSIS 智库专访的时阵表示，中国这几年制度的改变是台海上危险的因素之一。伊认为讲，伫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个人咧做决策的情形之下，台海面临的是真大的无确定性。And now you have a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seems
unwilling to repeat patience with respect to Taiwan and instead uses a formulation that he needs to see progress on unification during his term as leader. 目前讲到伊持台海阻挡中国攻击，未来要的是美国重点的工作，这就要靠多方面的拍拼。伫军事方面，美国就要伫区域展现存在感甲信心，而且要有能力做出有效的回应。因为美国盟友同伴嘛是真重要。最近日本、韩国、澳洲的态度拢有转变，开始讨论台海和平稳定的问题，这嘛是3年前无法度想象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国军的汉光37号演习要延到9月13举办5日4暝，模拟解放军来拍台湾的防卫战哦。这个启用屏东加东的战备岛。另外，航空母舰的杀手塔港军舰敢会上场？国防部是回应讲，这个战队目前是在训练中。国军当年上重要的操演，今年的汉光演习37号受到疫情的影响延期，确定伫9月13登场，展开5天4暝演习，全台模拟强军环台保卫战。这摆汉光演习时间拄好是甲国军第3季战备任务训练相搭，将会伫各作战区实施操演。国防部强调，秉持防疫优先原则。不开放外宾参访。嘉东战备跑道战机的紧急起降、重点的验证科目，我们会依计划来执行。那么，另外全程的演习规划，军役会以防疫为优先的考量，并适切调整演练的科目及参演的兵力。共机最近一直交代，一直动力南国西南空域。这摆汉光演习上大的重点是总统蔡英文任内，后一摆启用屏东加东战备岛，将验证国军针对西南空域的应变战术，包括空军主力 F-16幻象2000经国号 C-130H 运输机、6航的 CH-47SD 运输直升机等，拢会投入操演。另外，海军航母杀手 塔港军舰目前正在进行成军训练，敢会当伫汉光演习出现，真受到关注。塔江军舰目前正在执行成军的训练，在完训之后才会纳入后续年度各项的战演训的规划。那么成军典礼会在完成各项因素的评估之后，预划在今年的9月份择期来办理。 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派驻瓦近台湾的救援队，单处配备射程300公里的反舰飞弹，监控强军巡览。因为射程涵盖北台湾的4个位海域，台日敢是伫区域安全采取合作。国防部表示，会做好战备准备，也会甲理念瓦近的国家强化军事交流甲合作，提升防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桃园一个失业的查甫人哦，伊伫个人的 IG 发文恐吓，讲要向以前指挥官陈时中开枪，伊嘛互警方约谈哦。后来嘛发现讲，这个查甫人就是前几日伫台南西跑车倒驶电倒向，佮乌白抢红灯的少年人哦，伊嘛已经互警方移送法办咯。 伫社群媒体 IG 发文，呛声讲要对指挥官陈时中开枪，一位住伫咧桃园市业的查甫人伫咧网络顶发文恐吓，讲要暗杀陈时中。警方找背调 IP 位置，查到发文的人是住伫咧桃园22岁姓叶的查甫人。伊交还了讲，是因为不满陈时中贪污，和真侪中小企业倒去才会发文。伫进行了依照恐吓罪函送法办，验讲事后毋但是无甲发文删掉，也阁继续伫咧 IG 呛声。对即个查甫人 FB 知影伊是咧做设计工作，旁边也阁放一台黄色的野马跑车。验讲即台200万的跑车。 找八早起，伫咧台南的市区两边反向驾车，一个撞红灯，互人检举。若是被开单，一个依照刑法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函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胃着病人数是增加真侪，一日超过10万人哦。最近嘛发现讲有未少确诊者拢是还无疫苗通治的12岁以下的囡仔，有部分囡仔胃着病会暂时失去记忆，做代志无法度专心，神经系统出问题，有一寡后遗症哦。这实在是真使人烦恼。 对于已经国际清关的美国来讲，这摆的情形可能就是
做过有风险的人上大。伫变成经营餐厅，这3位人客同时提出家己有注射的证明，才当伫咧店来食。这也是验者目前做生意的原则，若无注风险，无法度交代。另外，自大型的连锁素食店，譬如讲麦当劳，到地方性的小型的工作室，也拢正恢复吹暗的强制令。路透社统计讲，美国伫咧过去3天，每一天平均新增加的确诊10万例，比顶礼拜增加35%，大鱼增加40%。专家发现，伫咧确诊的案例内面，有正侪是也无法度注风险的12岁以下囡仔。而且确诊了有人出现后遗症。美国教师联盟为了要保护也无法度注风险的囡仔，将会改变原本的立场，转变支持强制教职员爱注风险。Lead to chronic fatigue and inability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o focus properly. There may be neurological, behavioral issues and cardiac issues. 美国军方将会强制规定，所有士官兵拢要伫咧9月15进前注新冠预防针。国防部长奥斯汀伫一份备忘录内面讲，若是食品药物管理局如今批准疫苗嘅全面使用许可证，伫这个期限进前就能赶紧做。相关的规定也得到总统拜登的支持。在做进前，因为疫苗只能得到紧急批准，美军是也未强制军人爱做。We prefer that you get the vaccine now. And not wait for the mandate. 加拿大伫咧找到宣布重新开放边界，不过只可能准美国完全做过预防针的观光客当入境。因那美国方面是也未准加拿大人入境观光，这是伫疫情封闭16个月以来第一遍开放。伫迄天边境附近车就排甲路长。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联合国的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昨公布一份报告，指出讲气候变化已经是咱人类面对的红色警戒哦。嘛警告讲，若是地球平均的温度升悬超过1.5度，气候造成的灾难会愈严重。心灵野火世界摊咧烧，敢若会当措手来开防火拿。希腊顶礼拜发生30年来上较严重的烧喊气，致使心灵野火酸长，土耳其、地中海甲爱琴海4颗链长，上介少还有数万公顷的林地起予野火烧去，造成8个人死亡。Childhood memories are burned right now. I used to run in this forest. I used to cycle. We used to go for and collect fruits. Now everything is gone. 联合国初九公布上届新的气候报告，对气候变迁提出严重的警告。政府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 IPCC 就讲，红色警戒的水雷声已经弹落，烧石化原料的温室气体含氮酸臭柴树啊，已经造成地球强要未喘气。安尼嘛，互地球的平均温度比工业化进程加悬1度7。巴黎气候协定达成的增温上限是1度半。嘛有可能会提早10年，伫咧2030年过来突破。We heated up the planet by 1.1 degrees already, and probably we're gonna reach 1.5 degrees within this decade. So basically, this is a strong message that we are changing the climate in an irreversible way. 德国的西南部做大水，美国的西部嘛有野火，全球各地最近拢发生真严重的天灾。地球的平均温度野悬，致使全球有约10亿的人口遭受到烧喊气的威胁，有数十亿的人会去拄撞到可旱的危机，也阁有上大雨、透大风含热带气旋这天灾会更较接发生。瑞典的环保小组东贝里就讲，各国的头人应该爱负起责任。This report doesn't tell us what to do. It doesn't say you have to do this and then you have to do this. It doesn't provide us with such solutions or tell us that you need to do this. And that's up for us. We are the ones who need to take the decisions, and we are the ones who need to be brave and ask the difficult questions to ourselves. IPCC 这份报告是234个科学家做伙写的，有3000多页遐尼高调，嘛得到195个政府的认定。今年10月31日，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会伫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上场。这份报告嘛来正做讨论的重点。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因为太平洋高压增强，今仔开始哦，各地拢是真热、真湿的天气，也毋过过头哦会落雷公雨。气象局嘛提醒讲，东南部地区要爱特别注意哦，嘛有可能会阁继续落大雨。
台湾北部早起出日好天，下港的雨嘛有小可较少，西南风的影响总算有告一段落。因为太平洋高压向西边转，全台湾会恢复到高温烧热、典型热人的天气。不过，过道热对流的发展，各地也是会有雷公雨。气象局提醒，东南部经过连续几啊天的大水雨，都要特别注意，过道可能会上大雨。下午后雷阵雨的时候，预估在山区和大台北地区会有比较多的雨势。午后雷阵雨，有些地方会下到比较晚，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定量降雨有这样的呈现。气象局会随着对流云系的发展，发布相关的特报，提醒大家留意。气象专家分析，以济年来统计资料来看，8月份平均形成的风台有5个至6个，平均会有1个扫入来台湾，主要落雨的所在会伫中南部。也若这是因为受到西南季风、风台，还有中央山脉地形3方面的影响。估计8月底海面的环境会转做是对风台形成较有利的环境。台风的生成呢，慢慢要进入到中场休息的时间，整个条件呢，大概要落在8月下旬之后，才会慢慢的再次建立比较适合台风生成的一个环境。从右边这个季节性震荡的预报也可以看到，暖色系这个是代表不利于台风生成的环境，基本上也是持续未来10天到2个礼拜左右。专家特别提醒，气候的变化已经大大影响，嘛造成全球各地发生极端天气的事件。亲像过去可能10年才会发生一届大水雨的事件，即马地球的温度加悬，发生大水雨的几率嘛增加2.7倍。8月底可能会阁有风台形成，民众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灾害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100年历史的台中市太平欢乐路庄的林家祖厝地上权的争议官司已经拍真侪档了。车北所传出讲，这间祖厝已经被怪手拆掉了。有人质疑讲是当地里长安排的，也毋过里长是讲因为有几户厝停水，伊请工人去修理水管无说离去破坏掉门槛。伊嘛强调讲，这间祖厝早就绑架毁掉了。居民手摕着布条表达抗议，经商几多年的太平欢乐路庄林家祖厝，如今变成脆脆的庄仔角。自救会表示，8月8号有工仔人借着住户停水要入来征收为由，雄雄用怪手把祖厝拆掉。如果来的时候就倒下去、塌下去，是不是瓦会在上面？为什么这一些砖头会跑到里面去？它有长脚吗？负责管理水井的新兴里长陈慧芳解释，当地因为水管破去已经停水2天，因此伊请水电工班来修理。卡图机咧翻找漏水点的过程有将户顶损害，但是绝对无拆祖厝的状况。因为当初我们进场的时候，那房子就已经绊倒了。那很久以前的时候就已经绊倒了，里面都长满了草嘛。只是说我们挖土机进场的时候，有去翻动到它原来倒塌的东西，有翻动它，因为找水管出来嘛。那我们查在说没有跟屋主来告知这个情况。林家祖厝进前已经申请自路建筑群文资审议，审议的期间属于暂定的古迹。文资处表示，破坏行为已经违反文资法第103条，会移送法办。进入审议程序，它是算是暂定古迹，但是暂定古迹的话，审议通过的话，破坏聚落建筑啦。如果说最后审查的结果是没有登录的话，那就等于没有这个破坏的问题。自救会提告损害赔偿，还要求恢复原状。太平分局警方表示已经受理报案。新兴里长陈慧芳是强调，对方若是有人身攻击，也会提告。双方的讲法拢无同。记者台中报道。2礼拜前桃园中立警方抓到一间搅场，有60来人的跋筊。卫生局是开出总462万的罚单。昨天桃园警方又搁抓到一间搅场，有52个人的跋筊违反二级警戒规定，卖依法来处罚。警方拢明离去，查获70岁姓黄的负责人甲搅客，拢总52人。桃园分局顶日接到线报，姓黄的查甫人经营流动职业搅场，为了闪避查缉，每一个所在停留离这3天都会换地点。警方经过布线加跟踪，将鸭搅场围伫中山路透天厝内，找到透早1点45分左右，看到大批搅客进入跋筊，随即落门离去。当场查获黄姓赌场负责人及51名赌客，
查扣赌资金额达43万多元，抽头金4万5千多元。除了查扣缴资，动缴金拢总17万外，以博缴罪社会特殊维护法移请桃园地检署侦办之外，现场超过立即警戒涉内50人的规定，也以传染病防治法函上卫生纠察法，金额将超过300万。卫生局将查明事证，如违规属实，依《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第1项规定及《同法》第67条第1项第2款规定，裁罚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卫生局表示，目前全国疫情当时立即警戒期间，52个人均自博缴案，若查证违规属实，将依法开罚。警方也表示，防疫期间维护治安绝对无放零，将继续加强查缉各类违法行为。记者综合报道。之前疫情的管教，台北市联合病院员工会当报公校带饭店。最近为降到立即警戒，病院政策嘛改做讲，为照顾确诊者，也是负责采检的员工带饭店才会当报销，互工会是真不满哦。也毋过联合病院嘛回应表示讲，因为旅馆的费用已经开1500多万咯，未来嘛是会看疫情的变化，随时来调整政策。拍开旅馆门，日本皇家请客，还有独立的普罗警局伫眼前。台北市政府去年开始和真侪间旅馆合作，提供有需要的警消医护人员免费入去住，以避免把这个病毒带入去社区，也是讲为了做伙住的人。亲像徛伫第一线的台北市联合病院的员工，有真侪人对5月中以来，拢是对旅馆来上下班。不过即摆疫情较松透啊，院方最近就来甲缩减入去住的资格。到7月的时候就说不行哦，你没有接触过确诊或疑似，你就是不能住。他就整个就是完全否决说你有入住的需求。我是其实在洗肾室的感染风险其实很高，因为我照顾过门诊，我还要去专责病房洗肾，而且我还要照顾其他一般病房下来洗肾，而且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因转延，也不知道。联合病院因为北市府灾害准备金都得要开了啊，大概做当工若是有照顾亲像确诊的病患，也是讲有采检工作的员工，才会当免费入来住。不过工会认为讲，即马第二套的病毒来甲乡界界。医护人员嘛是共款有关度的烧危风险，实在真烦恼，讲家己会把这个病毒喂予厝内的人。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回家，我有2个小孩，小孩不能打疫苗。当他们一咳嗽的时候，我开始心慌，我能不能，我的小孩会不会因为我被传染到？我不知道啊，但是因为我又不符合资格去住那个防疫旅馆，其实那对一个医护人员来说是非常折磨的。联合病院声明回应讲，自去年到今年6月，已经提供1万多人入去住，核销金额达到1500多万。会来秉持无滥散用的原则，优先提供第一线的同仁。未来卖看疫情的变化甲同仁的需求，来做随时的修正。工会表示讲，以实务来讲，无可能讲逐工上班，还佫爱甲行李穿好势，嘛希望市政府的补贴爱有够额，唔通低头唔顾顾阿无能。记者综合报道。降做立即警戒了后，各地拢有传出啉酒赛车肇事的案件。台北市伫8月份的头一个礼拜就掠到30件。台东县伫最近的10日都有61件，有造成2个人死亡。警方是强调讲会加强处理，请民众啉酒就唔通赛车。8月7日，伫台东县路遐乡发生一件卡车高速追撞，停弹红灯的延平航公路奔驰车，同时造成卡车司机死亡。伫8月7日附近这半暝啊，台东市中兴路一段甲泰安街口也发生一件酒后开车的驾驶，高速冲撞另外一台要通过十字路口的轿车，造成封路车辆内底一名高中女老师死亡。台东县警局交通队统计，为7月27日疫情港入境了后10天内就发生酒后赛车61件。酒后赛车比率升悬，研判甲疫情降级、餐厅开放内容、民众啉酒增加有关系。疫情减缓了，当然来到台东的民众啊，车辆也比较多了哈。那后来我们发现，在整个交通事故有往上提升了。伫台北市酒后赛车的比率也同款升悬，负责人迄天，树林分局就处理一件酒后赛车弄上人行道，也损害几台汽机车的事故。
台北市警局统计，今仔8月份第一礼拜就处第30件酒后洗车的案件，也检判甲疫情降级，餐厅开放内容啉酒有关系。近期疫情降级，开放内用，民众聚餐饮酒几率增加。统计8月首周取缔酒后驾车计30件，其中父亲节当天即取缔9件。疫情降级了后，全国各地啉酒洗车比率有增加的趋势。台北市警局已经规划规工执法加强处理啉酒洗车。台南县警局查察起到2-34天，每日较会发生酒后洗车的路段进行强烈执法，呼吁驾驶人酒后千万唔通洗车。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一寡连锁餐饮集团开始找人，亲像麦当劳、摩斯汉堡这业者都要找3000个人劳动部嘛表示讲，最近放无薪假的人数开始冒下减少咯。素食业排头坎的公司袂长路，要大规模招人。今年开出1500个课，除了招募200个在业的餐厅常理，月入36000。上届特别的是会另外请1300个在职的服务员。头一届大规模要请在职的服务员，薪水27000，而且强调讲每一年薪水拢会起，还佫有年终的奖金。首度在全台招募1300名的正职服务员，我们的起薪是27000元，还有年终奖金、3节礼金。若袂长路大规模要引人，餐饮服务业甲连锁品牌嘛拢开始精品卡手。摩斯汉堡甲因为开新的分店，按说会加请1000个员工。另外，做火锅的德干餐饮集团8月份开始，因为开新的店面，会开出500个在职的课。鼎泰丰嘛持续招募独备人才，日的需求差不多是100个。4间餐厅开出来的课是超过3000个。搭配振兴券的一个上路之外，兼顾内用跟外送还有防疫这些人员情况下，扩编的情况是不言可喻啦。3级降2级以后呢，一些开放措施，让住宿餐饮业提前来去结束，停止实施。劳动部表示，因为餐饮业大规模征才，休无薪假的人数是减1355个人。不过，实施休无薪假的公司煞颠倒增加59间，主要是因为交通部的纾困专案伫7月底结束，部分的业者先申请减班休困。因若餐饮业休无薪假的人数有变较少，并不是代表类似的经济已经全面复苏，关键是要看第3季消费力头敢有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因为水果的品质真好，所以做出的果子酱常常伫世界上摕到大奖。来看台南新营一个少年人，已经连续2档拢伫英国的世界柑仔类的果子酱的比赛摕到真好的成绩哦。今年是用5种无同款的柑仔果酱摕到3块银牌、3块铜牌，互咱台湾在地好滋味得到国际的肯定。来自台南柳营的青年林伟芬，今年参加世界柑仔类果子酱的比赛，用酒和台南在地柑仔、蜜等等的农产品相结，做出5种无同口味的果子酱。伫30个国家3500个作品当中，摕到3个银牌甲3个铜牌的好成绩。夏饮的美人干、兰花的蜂蜜、威士忌啊、红酒、白酒，然后下去做搭配。有一款是用红龙果加美人干，然后它就变成红色的橘子果酱。这样的混搭是外国比较没有的。林伟芬大学毕业了后，到农场做线工，发现水果若是卖袂出去，真拍算。伊想起细汉的时阵，阿嬷用门口口的酸菜做的酸酸果子酱，互伊真少年，决定要甲记忆找倒转。伊用在地水果研发各种的果子酱，佮创立家己的品牌田玉轩。然后用了很多台南的食材，然后我想说可以把台南这块土地的味道，把它推广给更多人知道。资深研发果子酱8档，拄开始练个鼎也是大挑战。林伟芬走访全台各地头的农场，希望会当用无同款的方式，延长在地水果的价值，嘛甲故乡土地的滋味分享出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林大社海口故事馆这么长的展出一个用柳仔做主题的展览是大社囡仔林国基设计师的创作，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柳仔是咱衫裤重要的零件，不过你敢知影，干那是柳仔本身也通正做是艺术创作。即马伫婚林大社海口故事屋，就当咧展出一个柳仔的展览。这五花杂色的作品，都是伫大师出世的服装设计师林国基伊的作品。邀请咱在地囡仔服装设计师林国基老师的画作，因为一般像真正咧展览就是拢展伊的衫啊，是伊的收藏。啊，这边较特别是伊用伊的甲伊的服装有关系
户名或者纽扣发展啊。林国基细汉的时阵生外考，经过真侪困境，才对乌手改图做服装设计师，也才有机会互众人看到伊的创作。伊伫大西故事屋的作品，呈现的方式是800款，有直接用柳仔做主题的画，也有规只拢是用柳仔做的艺术品。即届是较特别，因为老师听到即个爱心活动，伊就无条件甲伊的图捐一张，要互大家义卖安尼，义卖所得全部拢要捐互迄个家福中心。这个柳仔展览是对7月21展到9月26，有兴趣的民众就要把握好时机，来一座大溪海口故事屋欣赏林国基的作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一对翁仔某，因拢真认真的推广台语文。爱画图的太太是香港人，伊过来台湾了后，画出一只真古水的台语猫仔，用猫仔这种翁仔图来消解台语字，翁仔某拢真有心。叫食臭豆腐，香港嘛有，毋过无共的。伊叫 April， 对香港过来台湾才5天，就伫这间店展出伊的插图。不管是盐酥鸡、蚵仔煎、红豆饼，也是挂包，遮的台湾点心插图，拢有一只古水的猫仔甲罗马字。这就是伊创作的一只会晓讲台语的猫仔。大家那看图那越看卖就可能就知影哦，原来台语安尼写。所以就用图甲字去宣传台语。其实 April 是教幼教的老师，画翁仔图是伊的兴趣。会开始学台语，是因为过来高雄，翁婿厝内拢讲台语，而且因翁婿黑米专门咧推广台语文，伊嘛想要学习台湾的文化甲历史。开始的时阵就学字，就无感觉罗马字还是白话字足困难，因为因亲像英文。即马读甲写台文对 Apple 来讲无困难，毋过伊想袂到伫高雄住4-5天，学讲台语煞真困难。台湾即马无全台语的环境，所以就较困难啊！被接触伫台语生活内底。就是无所以就是爱读册还是去找书店Apple 甲黑米做伙用台语鸟的公批、牌仔、T 恤，阁有绘本，四界推广台语文。一个香港人咧学台语，颠倒互真侪人有兴趣，做伙来学台语文。记者陈亚文来为做高雄报道。印度的空气污染真严重哦，为了改善这款的状况，伫新德里打算要伫市区起40座的高塔，卖属是超级大型的空气清气机哦。也毋过，这款做法嘛，互批评讲是治标无治本，而且是真无彩电。新德里正伫咧起的这个杜麦塔有25公尺悬，内面有装大型的电风，作用就敢若是厝内空气清净机，会当互市区范围1公里内的空气拢变较好。印度安算伫咧较热闹的所在设40座这种杜麦塔，希望8月15进行完工，互当地空气品质变较好。不过专家讲，若是无解决汽机车废气、工业污染加烧猪仔等问题，那呢效果有限。It will reduce pollution in the immediate vicinity of the smoke tower, but that cleaning effect would not go beyond few meters from the smoke tower. And if you are trying to clean the air in the outdoor environment in such a big city as Delhi, the total required number of the smoke towers, which have to run continuously 24/7, 365 days a year, would be huge. And when you are running so many smoke towers, they definitely requires a good amount of electricity. 新德里的居民也讲，这种做法治标无治本，承办单位也出来解说。The objective was not to clean the entire Delhi air. The objective was to create special zones where people can breathe there. So it is a kind of generation of clean air breathing zones. 有关当局也承认，这是一项实验性的工程，若是效果好，就会扩大办理。新德里目前是全世界空气污染上严重的城市，空气污染的问题若是无法度有效改善，若是危害当地2000万居民的健康，也会让气候变迁的问题更加恶化。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
今仔日明仔载这2日受到南方云系影响哦，台湾的中南部、东半部地区平湖、金门有可能会落雷公雨，东南部地区哦嘛有可能会落大雨。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